謝霆鋒將柏芝這糖太甜，機場牽手喊老婆，柏芝小腹微隆，四胎傳聞瘋傳，謝霆鋒反應超寵了。謝霆鋒和將柏芝這個名字拼牌出現在熱搜上時，整個互聯網的服務器似乎都跟着顫抖了一下。那條標題像一顆丟進油鍋裡的水珠，瞬間炸開了花。機場牽手喊老婆，小腹微隆，四胎瘋傳，反應超寵了。10幾個字，把娛樂圈最意難平的一對舊人，硬生生曳回了輿論的暴風眼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試圖從那些模糊的機場路透圖裡分辨出一點真實。畫面裡的將柏芝穿着寬鬆的杏色風衣，長髮隨意披散，謝霆鋒就站在她半步之內，右手虛扶着她的後腰，那個動作極其自然到讓人仿佛以為時光倒流了20年。有人在視頻裡清晰錄到了他側頭說的一句話，唇形被反覆解構，最終統一成3個字：別擠他。就是這麼一句平淡無奇的話，評論區瞬間衝入了沙漠條留言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怒罵，有人祝福，眾生相在小小的手機屏幕裡輪番上演。可我關掉視頻後忽然想，我們到底在激動什麼？是替他們高興，還是替自己那個關於破鏡重圓的執念找到了一個出口？娛樂圈的分分合合像一場永不落幕的連續劇，而我們都是那個一邊吐槽劇情狗血，一邊準時蹲守更新的觀眾。時間倒回20年前，2002年的香港娛樂圈全是膠片和鎂光燈的天下。謝霆鋒和將柏芝的名字第一次被緊緊捆在一起，是因為一部電影和一樁車禍。那時候的謝霆鋒是頂着一頭碎髮的叛逆少年，吉他和跑車是他身上最醒目的標籤。將柏芝則是光憑喜劇之王，你那句不上班你讓我呀紅遍兩岸的玉女掌門，眼角眉梢全是未經打磨的靈氣。兩人在拍攝《老夫子》時相識，片場的花絮錄像裡，謝霆鋒配用礦泉水瓶偷偷敲將柏芝的頭，將柏芝則追着他們長跑，笑聲清脆得像玻璃珠掉進瓷盤。那時的喜歡是藏不住的，哪怕面對鏡頭，眼神裡的光也能把整個片場照亮。但命運偏偏愛開玩笑，謝霆鋒身邊旋有一個王菲，那段相差11歲的風飛戀才是當時媒體版面的頭號獵物。將柏芝被塑造成了闖入者，報紙上的原字像一把把鈍刀，割着3個人的體面。我記得有一張流傳很廣的照片，頒獎禮後台，謝霆鋒、王菲、將柏芝3人同框，空氣裡全是小心翼翼的避讓和禮貌的微笑，誰也不看誰，可誰都清楚彼此的存在。那種微妙的拉扯感，大概就是娛樂圈愛情最初的底色，燦爛但帶着刺。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謝霆鋒和王菲復合又分離，將柏芝始終站在那個若即若離的位置上，像一首沒唱完的歌，副歌部分卡在喉嚨裡。直到2006年，兩人突然宣布裂婚，驚掉了所有媒體的下巴。魯豫在採訪裡問謝霆鋒為什麼是將柏芝，他想了好久說，他讓我覺得安定。那時候的安定，現在看來多麼脆弱。婚後第1年 ，Lucas 出生，謝霆鋒在產房裡握着將柏芝的手，照片被刊登在雜誌封面，標題寫着浪子回頭金不換。可生活從來不是童話。2008年的那場風暴來得比任何颱風都猛烈，照片事件像一記悶雷，把整個娛樂圈劈成了兩半。謝霆鋒當時在片場拍戲，記者長槍短炮倒在門口，他抽完一根煙出來說，我娶她的時候就知道她是什麼人。那句話現在翻出來看，依然有千鈞之力。她確實守住了丈夫的底線，那幾年兩人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依然牽手，依然微笑。將柏芝上訪談節目提到謝霆鋒，眼睛裡的依賴感是演不出來的。但裂縫這種東西，肉眼看不見，卻能一點一點把地基掏空。2012年，兩人正式宣布離婚，聲明裡寫的是性格不合，可大家都清楚，這4個字背後是千百個失眠的夜晚和無數次欲言又止的沉默。將柏芝帶着2個兒子搬回香港，謝霆鋒轉頭扎進廚房和音樂裡，
續起了12道風味，你那個沉默寡言的主廚。離婚後的張柏芝活成了一種近乎悲壯的姿態。他獨自接送兒子上下學，蹲在路邊給 Lucas 繫鞋帶的照片被狗仔拍到時，他抬頭對着鏡頭笑了一下，那種笑裡有疲憊，但更多的是倔強。他上綜藝、接廣告、拍短視頻，所有能賺錢的工作他都接，不是缺錢，而是要用忙碌把自己填滿，不讓自己掉進回憶的沼澤裡。2018年，他突然宣布生下第三胎，孩子生父成謎，全網猜了整整3年，從新加坡富商猜到內地房地產老闆，甚至有人把前夫謝霆鋒又拖出來鞭屍了一片。張柏芝始終沒解釋，只在一次直播裡輕描淡寫地說：孩子是我的命，其他的不重要。這句話後來被女性論壇反覆引用，成為單身媽媽群體的精神圖騰。而謝霆鋒那邊日子也沒間着，他和王菲的世紀復合一度讓微博服務器癱瘓，兩人被拍到一起遛狗，一起做瑜伽，一起在機場排序過安檢，那種從容的親密感讓許多人感慨兜兜轉轉船是你。可奇怪的是，每當張柏芝這邊有任何風吹草動，謝霆鋒的名字總會以某種方式被綁在一起出現，仿佛觀眾心裡始終有一根線，把這三個人的命運緊緊纏住，誰也別想獨自解套。這次機場牽手事件爆發後，我花了整個下午把所有相關的視頻、照片、路人爆料翻了個底朝天。視頻是從側面拍的，畫質粗糙，但能辨認出確實是謝霆鋒和張柏芝本人。張柏芝的穿着確實寬鬆，走路時謝霆鋒的手一直護在她腰後，那個動作被情感博主們解讀為下意識的身體記憶，騙不了人。更讓人浮想聯翩的是兩人等行李時的一段對話，收音模糊，但能聽到謝霆鋒說了句別緊張，我在。張柏芝低頭笑了一下，那個笑容被粉絲截圖放大，分析嘴角弧度和眼神焦距，列論是他很久沒笑得這麼放鬆了。然而當我冷靜下來再看這些素材，心裡冒出一個很清醒的念頭：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他們願意讓我們看到的。機場是個天然的巨大舞台，每一步都踩在鏡頭的焦點上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任何親密的肢體動作都可能攜帶表演成分。不是說他們在演，而是說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在被閹陌雙眼睛注視時，行為和情緒自然會受到影響。謝霆鋒那句別擠他或苦只是出於禮貌的紳士風度，卻被解讀成了護妻狂魔的證據。張柏芝的小腹微隆，也可能是風衣節奏和拍攝角度造成的視覺誤差。四胎傳聞更像是一場集體幻覺的狂歡。真正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公眾對這對舊人近乎偏執的期待。心理學上有個詞叫未完成情列，意思是人們對那些沒有圓滿結局的故事會持續投入情感，希望看到它被改寫成大團圓。謝霆鋒和張柏芝的婚姻就是這樣一個未完成的故事，相愛、背叛、分離，各自安好，唯獨缺少一個讓所有人都滿意的收場。於是當那張牽手照出現時，無數人納心的那個未完成按鈕被瞬間按下，大家集體陷入了一場關於復合的情緒宣洩裡。評論歐里最高讚的一條留言是：如果他們都能復合，我就相信愛情了。這句話看似深情，實則殘忍。他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情感選擇，異化成了滿足大眾信念的工具。張柏芝和謝霆鋒復合與否，本該是他們兩個人關起門嚟的私事，和任何一個普通人決定是否復婚一樣，牽扯着孩子、家庭、事業、情感的全方位考量。可觀眾的期待把這些統統簡化了，簡化成糖或者刀，簡化成寵鳥或者渣男，簡化成能在15秒短視頻裡講完的爽文劇情。這對他們不公平，對我們自己也不公平。我開始回想這些年娛樂圈那些曾被默眾期待復合的 CP 們，文章和馬伊琍的且行且珍惜最終還是一別兩寬，賈乃亮和李小璐的原諒同樣抵不過時間，更不用說王菲和李亞鵬那場平靜的分手。現實中的感情從來不是網絡小說，沒有那麼多破鏡重圓的橋段，
更多的是彼此放過，各自向前。像柏芝這幾年活得越嚟越通透，他佢在 ins 上曬素顏健身照，佢直播和粉絲聊欲藝心得。佢在被問到是否還佢結婚時，笑着說看緣分吧，但不強求。謝霆鋒則沉浸在自己的美食和音樂世界裡，提到孩子時話佢多起來，提到前妻時總是禮貌而克制。他們有各自的生活軌跡，像兩條平行線，在某個時間點交匯過，然後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。我們非要拿着放大鏡找交匯的痕跡，除了讓自己感動，誰能改變雜麼呢？但話說回來，我不能否認那條視頻確實觸動了我。謝霆鋒護在張柏芝身後的那隻手，像柏芝低頭時嘴角的弧度，兩人之間那種熟稔到不需要言語的默契，這些細節確實有溫度。如果拋開所有的娛樂八卦濾鏡，單準把這兩個人當作有過心情、有過傷痕的普通人來看，他們的每一次靠近都值得被尊重。感情這件事衝嚟，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，外人看到的永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。像柏芝是否真的懷了4胎？謝霆鋒是否真的喊了老婆？這些問題大概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答案。而我們能做的，就是遠遠地看着，不造謠，不傳謠，不替別人做選擇。這年頭互聯網上的訊息像潮水一樣衝來，真假參半，情緒先行。每一條熱搜背後都是魑魅雙眼睛在凝視，每一聲合到了背後都是對他人隱私的無形侵入。我們一邊喊着明星也是人，一邊用自己的期待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，這種矛盾本身就是這個時代最荒誕的景觀。我見過太多因為網絡輿論被架上神壇又被摔進泥裡的例子，今天捧得有多高，明天踩得就有多重。謝霆鋒和像柏芝都是被這個機制反覆碾壓過的人，他們比誰都清楚娛樂圈的溫度可以在一夜之間從沸點降到冰點。所以這次機場牽手的後續發展，我想他們自己心裏有數，無論是真是假，是否合船是普通朋友見面，他們都有能力處理好。而我們這些圍觀者，最體面的做法就是吃完瓜，把鍵盤放下，然後繼續過好自己的生活。我終於明白，我們之所以如此熱衷於討論別人的愛情，往往是因為自己內心的某個角落還藏着不甘和渴望。那些沒有被好好收尾的過去，那些說不出口的遺憾，那些想重新嚟過的念頭，都借着謝霆鋒像柏芝復合這火糖，偷偷地慰藉了一下自己。這是一種溫柔的共情，但也是一種危險的投射。我們把自己的期待繫在別人身上，一旦那艘船偏離了我們的想象，情緒的反噬就會立刻衝上來。所以最好的態度，其實是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，不狂熱，不冷漠，不把他們的生活當成自己情緒的燃料。如果牽手是真的，那就祝他們各自心安，無論是否復合，選擇本身值得尊重。如果散會一場，那就當看了一場溫暖的戲，散場後各自回家。生活終究是自己的，像柏芝有3個孩子要養，謝霆鋒有自己的品牌和節目要打理，他們每天面對的現實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。感情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，它是無數個猶豫、妥協、衝動和冷靜的瞬間拼湊起來的漫長過程。我們坐在屏幕前動動手指就能敲出在一起3個字，可真正執行起來，中間隔着孩子的時間表、工作的行程、2個成年人之間千絲萬縷的羈絆和吉搭，這些我們看不見，也不需要看見。作為觀眾，我們最大的善意就是承認自己的不知道，不替他們做決定，不把自己的情緒凌駕在別人的生活之上。你可以感動於那隻護在腰後的手，但別用那種感動去綁架任何一個人。謝霆鋒和像柏芝用20年時間教誨我們一件事情：愛情沒有標準答案，所有裂局都是一種裂局。比起糾結他們是否復合，我更願意看到像柏芝在視頻裡笑得輕鬆，看到謝霆鋒做菜時專注的側臉，那才是生活真正的模樣。最後，我想對所有蹲守在熱搜前的朋友說一句體己話：吃瓜可以，別把心都吃進去。
那些鏡頭裡的溫暖，看看就好。剩下的日子，船是要關掉屏幕，去給自己身邊的人倒一杯熱水。娛樂圈的故事永遠不配有真正的裂局，因為只要船有人想看，續集就會不斷誕生。但我們要學會在適當的時候起身離場，把那些愛恨情仇留在那個小小的屏幕裡，轉身去擁抱自己真實的生活。理性吃瓜，不站隊，不做神，不毀人。這大概就是我們對謝霆鋒和張柏芝最好的祝福，也是對我們自己最大的保護。